居然做出咗豬油渣嘅口感，您受得了嗎？今期視頻呢，同各位老友分享一個超精彩嘅香港3日2夜吃喝玩樂 Vlog， 記得先點讚收藏 ，follow me。呢次嚟香港咧，繼續入住4季啊！特別中意呢度嘅海景啊，充滿動感同生機，高樓大廈林立同蔚藍嘅天空相映成趣，海上邊咧船來船往，構成咗一幅夢幻嘅都市海景圖。終於打卡心心念念嘅永啊！呢棟樓仲有大班樓同 V 啊！呢間店咧喺24年世界50最佳餐廳中排名第20啊，亞洲50家入邊咧位居第5位，妥妥嘅香港餐飲界頂流。點咗個人均1980嘅 set 啦，頭盤湯主菜甜品陸續上台。杏仁豆腐咧加入咗白子啊，味道順口，多重嘅軟滑，蛋白質萬歲，呢個組合真係唔錯。一打開個蟹殼咧，露出完整一條大蟹腳啊！呢個酸辣汁底咧調味超濃郁，煎腸粉更加係一絕，居然做出咗豬油渣嘅口感，您受得了嗎？熟成3日嘅乳鴿煙燻，個皮有啲似燒鵝皮，上面仲滴咗啲蔗汁。濃郁嘅包汁同軟糯嘅婆心咧，味道出奇地夾啊！仲有黃耳同發蔥喺入邊。嗱，呢個主廚私人醒嘅隱藏菜單咧，胡椒牛肉餅啊 ，Tango 嘅美味。除咗足量嘅甜品咧，仲有飯後環球水果車。呢餐咧睇唔到高水平嘅創新港味，整體嚟講咧不缺亮點同驚喜。一直咧都中意食魚蛋粉啊，今次順路咧去打卡千羽推薦嘅店，魚蛋、魚片、雲吞、牛丸、墨魚丸一次過試晒啊！肉感豐富啦，質量高，口感彈牙，湯頭咧帶甜啊，同撈麵攪拌一齊食最正啦。仲點咗個雙拼，強烈安利清湯腩，而領物清新嘅酸甜鮮明而活潑啊，果香濃郁，就係唔明點解大陸咁少店有得賣。屏幕前嘅你知唔知點解呢？晚上咧去睇下舞台劇，感受香港嘅文化味。喺台上竟然可以食煙飲酒講粗口同討論禁忌內容啊！您受得了嗎？子華神嘉玲姐領銜主演嘅明星舞台劇《香港式離婚》呢，好似破地獄咁，深入探討人生問題，有啟發 ，good show。唔知你知唔知咧？香港被譽為徒步者嘅天堂，城市與郊野咧無縫連接。呢次去咗破邊洲，地鐵加巴士加打車，差唔多2個鐘車程，還挺遠啊！這裡怎麼這麼像長隆？我就體驗咗徒步各種地形啦，天氣涼涼地啊，戶外行山擁抱大自然，又幾舒服喎。行完呢，覺得人都健康啲啊。貼士啊，呢個衝鋒衣啊、徒步鞋呢啲專業裝備呢，一定唔少得噶。感覺入了徒步的坑了。呢個店咧主打早古嘅順德味。澳門開過嚟？香港開過澳門，開到開23年㗎啦。哦，犀利！澳門喺銀河嗰度咧就開咗6年啦。2013年至今咧一直都係米芝蓮1星啊！呢間店真係唔大啊，就7-8張台。魚腸焗蛋做到又厚又紮實，蛋量驚人，好似鬆糕咁啊！上邊咧仲鋪滿炸兩。薑葱魚標煲大概係魚下巴嘅位啦，先煎後焗，接近啫做法。蔥香味濃，不錯不錯。呢個糯米飯咧好捨得落料啊！每一殼咧都係切到大大粒嘅臘腸、潤腸、蝦米、冬菇粒，真係顆粒分明啊！口感彈牙，忍不住香啊試玩，實在好吃啊！住嘅酒店1樓咧就亞洲50最佳酒吧，24年第9名啊！瞓覺前打算少酌2杯，歡迎嘅特飲咧已經有呢度嘅標誌性熊仔軟糖啊！再嚟杯招牌雞尾酒先。冰上邊嘅綠色熊仔係自製款嚟嘅，有少少草藥味，以康普茶為基底，酸甜可口。喺呢度咧，仲可以食到雞蛋仔啊，口感有啲特色啦，外脆內韌，好有兆頭啊！仲有薑辣醬同甜醬可以點添，再拌上港式嘅奶茶雪糕。呢間喺 WC 旁邊嘅拉麵店咧，主打鯛魚湯底。師傅用嘅係咩鯛魚啊？店員講呢度用嘅鯛咧係日本嘅紅鯛。這符號為何這麼眼熟？將白湯打出泡沫，口感更加清爽。我而家咧都比較中意清一啲嘅拉麵啦，因為唔想咁滯啊嘛。呢個湯底咧可以話魚鮮味逼人啊，一啲都唔腥，麵身爽口，軟硬適中。你估唔估到碗邊嘅係咩醬呢？點多份炸鯛魚皮，食嘅係爽脆。呢個醬汁嘅魚油味咧好濃啊！睇到厭嘅乾冰咧用嚟點綴呢度冷麵，竟然又幾好睇喎！關注我，一齊去解鎖更多寶藏美食，一切順利。